歡迎大家收睇非常策略。今日港股一度急跌500點，呢度咧會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對後市嘅一啲睇法啦，以及我哋點樣透過期權嚟到優化自己嘅一啲潛在回報。咁亦都向新觀眾介紹一下呢個頻道同我自己啦。我係 George O，係輝立證券嘅業務副董事，從業18年。咁現在咧有幫經濟一周寫一啲同期權有關嘅文章啦，有時亦都會接受路透社同埋南華早報嘅訪問嘅。咁而呢個頻道非常策略 live 咧，一般嚟講就逢禮拜二會放上 YouTube 噶啦。咁片長大約係4個字至半個鐘頭啦，會分開不同嘅章節嘅，每個章節大約係幾分鐘左右，大家可以揀選翻你哋感興趣嘅部分嚟到收睇。咁亦都如果大家聽到咁上下，發覺今日嘅內容係有用喎，有條理，亦都俾到一啲資訊大家嘅話咧，請幫我忙 YouTube 3連擊，俾翻個 like 呢段影片啦，將段影片分享俾你哋嘅朋友，亦都可以留言講翻嚟緊想聽啲乜嘢嘅，或者講到支持，對我哋呢個頻道都有到好大嘅幫助。咁未訂閱嘅，當然亦都請大家訂閱翻輝立證券啦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翻今日第一隻騰訊。騰訊其實啱啱先公布咗份業績，係基本上都幾靚下。但係就不同原因啦，可能跟個市啦都回翻少少落嚟。但係如果以騰訊一份咁靚嘅業績嘅話咧，短時間之內大家望下都唔貪心啦，純粹上翻之前呢啲位660蚊附近，甚至再高少少680蚊咧，我覺得嚟緊2-3個月之內係有機會會做到嘅。咁而家正股做緊620幾蚊，呢個價錢我覺得並不算貴。如果之前有一啲倉有啲 short put 打和點係呢啲位嘅，暫時我依然覺得騰訊呢隻股票或者佢嘅倉位係可以繼續 hold 住。心意知，如果騰訊哇一路跌落嚟，跌到去600蚊咧，600零幾咧，我自己可能有啲心喐，隨時加倉咯，直接買股票或者其他嘅部署。簡單嚟講，以佢最新公布多一份業績，除非有一啲對佢影響好大嘅重大政策改變啦。例如話咩咧？例如中國禁止某啲遊戲嘅出版啦，咁或者係美國或者其他國家係全面禁止一啲晶片輸去中國。不然嘅話咧，我又真係唔係太諗到騰訊喺現在水平再大跌嘅源頭係喺邊度？如果有一啲比較大嘅跌幅嘅話咧，可能係一個幾吸引嘅吸納時機。咁另外，亦都講下隻聯想。聯想喺上個禮拜咧曾經提過我唔急住做翻佢嘅好倉嘅，望落個勢有機會會跌穿10個半，甚至跌到去10蚊頭。當其時就提話，如果跌到10蚊頭咧，先考慮會唔會做一啲好倉例如 short put。不過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呢隻股票咧，就會知道呢幾日到底跌咩啦。最主要就係一啲晶片價格急升啊，一啲儲存晶片等等嘅，咁多少會對例如聯想係整電腦啊，同埋其他嘅一啲 IT 相關咁。咁當你儲存晶片價格急升咧，對佢係有機會有個成本壓力嘅。咁特別聯想聽日11月19號咧就出業績，幾樣嘢加埋都已經跌咗落嚟啦，唔使咁心急。我會傾向等埋佢聽日份業績先決定聯想係咪做好倉，同埋點樣如果係 OK 嘅點樣做佢嘅好倉。喂，咁業績點為之 OK 先？嗱，首先你唔好同預期差太遠啦。聯想份業績，普遍市場都覺得佢嚟緊，即係啱啱先呢一季咧嘅表現係可以嘅。咁另外管理層亦都要講一啲嘢，例如係嚟緊嘅業務展望啦，或者晶片價格急升對於聯想嘅影響有幾大？如果出到嚟嘅言論影響實有噶啦，但係如果可以令到市場安心嘅話咧，我覺得就係可能係一啲做好倉嘅時機。最簡單嘅 short put 咯，講緊聯想，如果而家做12月嘅 short put 跌落嚟跌得比較急少少咧，亦都可能係一個期權金漲窩，令到期權金升咗嘅原因。我哋講緊係10蚊左右或者10蚊樓下嘅嘢，做一個貼價期權咧，都有成4-5% 嘅期權金收翻嚟。以聯想嚟講，我覺得係 OK。咁但係當然要對版啦，業績同管理層講嘅嘢。不過唔係喎，個勢息咁樣跌落嚟 ，short put 原則上叫輸無限噶嘛。咁點咧？安全少少，我哋做個牛跨 short 完個 put option 之後咧，
低翻一啲，例如當低5毫子做翻個 long put。我假設睇下公佈完業績之後，正股係咩價錢啊？如果成件事對版嘅，我哋做咗貼價嘅 short put，然之後價外俾我哋 short put 個行使價低5毫子做翻個 long put，同月份同行使價，即係同月份啊嚇，同股數。咁嘅話咧，如果我哋做12月到期嘅期權咧，咁樣做以今日嘅收市價參考，大致上都會收到2毫子翻嚟，其實 OK 嘅啦。我哋講緊呢一套動作，等聽日聯想出埋業績之後，再做個12月嘅期權。如果所有嘢對版啦嚇，咁樣係大約6個禮拜嘅時間啦，個半月左右。一隻10蚊附近嘅嘢，呢6個禮拜，只要佢唔跌落嚟嘅話，我哋就有大約2%袋到。咁啊，係啦，多過2%。咁但係萬一睇錯咗咧，隻股票跌落嚟越跌越深嘅喎。之前係咁樣跌，就算管理層講完啲嘢係 OK 嘅，可能有其他外圍因素就跌落嚟咧。因為我哋有 long put 啊，我哋放棄咗收比較多嘅期權金，我哋 long put 封咗個底，俾 short put 行使價低5毫子做翻個 long put 嘅話咧，我哋成件事輸有限嘅。例如即係以今日收市價嚟講，咪可能輸2毫尾啦，2毫幾至3毫子一股啦。個半月嘅時間唔跌，就可能講你有2%袋到落袋。跌落嚟嘅，我哋最多輸都只不過係輸不足3毫子一股。咁啊，呢個都係一個 OK 嘅做法嚟嘅。甚至如果出到嚟成件事係好正面嘅話咧，可能呢一度係收期權金啊嘛。輸有限嘅情況底下，可以收期權金，有機會賺時間值，甚至可能做咗呢個動作啦，所謂 put option 牛跨之後咧，將收翻嚟嘅期權金再攞嚟做 long call。你跌咗落嚟啦，如果止跌嘅，我就咁做頭先，不論 short put 或者牛跨嘅動作都有錢收，可以賺錢。咁但係如果我將收翻嚟嘅再做個 long call 咧，隨時佢彈翻上嚟咧，升得越多，我有機會贏得越多。咁呢個係聯想嘅一啲潛在做法，但係一切所有嘢都係等埋佢份業績先啦，等埋聽日嘅業績同埋管理層講完嘢，即係假設管理層講嘢又令到市場安心嘅話咧，我哋先考慮呢啲動作。不然嘅有咁多隻股票，有咁多選擇，今次跳過咗隻聯想先，所有嘢等埋聽日出業績先。咁啊嗱，如果講一啲消息層面嘅嘢咧，除咗聯想之外，寧德時代今日有消息就話佢嘅主要股東咧減持。咁啊，今朝基本上開始由頭跌到落尾嘅。如果我自己咧對寧德時代咧，我基本上一定不會，現在呢刻一定不會買入佢嘅股票。點解咧？股東減持 A 股係其中一個原因。你話佢減持得多與少咩？佢揸住大約10% 嘅股份左右，而家都1% 嘅。咁但係呢個可能都係某啲信號啦。咁而令我亦都比較卻步嘅其他原因係 AH 股嘅日價，H 股係 keep 住比 A 股有個比較高嘅日價，寧德時代，而呢樣嘢係比較少喺 AH 股之間發生。另外咧，2日之後11月20號咧，香港上市 H 股有一堆就解禁噶啦。咁啊走勢點樣咧？係一個大大嘅問號。所以綜合呢幾點咧，我現在呢刻係一定不會考慮買入寧德嘅正股。可能有觀眾話：咦，咁啊，咁係咪可以考慮下 short call 咧？嗱，呢度小心翻啦，我唔買佢正股啫，為咗對佢嚟緊會唔會升上嚟，我覺得即係總之我有一堆嘅顧慮。但係不論係 short call 或者 short put，睇下過去嘅一啲課堂啊、實體班等等回應學員嘅疑問等等咧，我嘅表示都係呢一隻，我係基本上絕對不會做佢嘅 short 倉，不論係 short call 或者 short put。點解咧？呢個牽涉翻 AH 個日價，背後三言兩語講唔晒，但係 keep 住上咗市好一段時間，呢幾個月 H 股都比 A 股有咁高嘅日價咧，背後有啲嘢係不是咁易解釋嘅，係有啲嘢比較奇怪。你如果走嚟做 short 倉咧，睇啱冇問題，睇錯咗咧，點樣控制風險，要唔要止蝕或者點樣處理咧，係一個大大嘅問號。咁如果
一樣嘢你係唔知睇錯咗點處理嘅，就無謂掂啦。咁所以呢一隻重複講翻啦，寧德時代雖然跌咗落嚟，即係曾經有啲人好中意買呢隻股票嘅，但係我自己基於頭先呢三個原因，我係不會買入去嘅正股。我亦都過去呢段時間，有人問我，我就會話 short call short put 呢隻我係不會做。咁但係如果真係覺得佢會升定跌，咁點樣咧？點捕捉呢啲機會咧？可能做 long 倉咯，long call long put 或者係其他嘅衍生產品。咁但係我提醒翻啦，呢隻佢嘅 option 咧個成本都唔低嘅嚇，因為係啦，佢個日價相對嚟講都比較高少少，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。好啦，阿里巴巴喺上個禮拜提過，我依然覺得阿里喺嚟緊呢半年係有機會見200蚊，咁但係短線咧係有啲危險嘅，咁所以上集分享到一啲應對方法啦，做咗個 long put 之後又係低一啲行使價做翻個 long，今次又 short put，咁咧我哋控制咩咧？就俾可能2個7:1股嘅成本出嚟啦，咁控制佢可能由155跌到去145，中間呢10蚊嘅風險。嗱，阿里巴巴雖則然長線睇好，大家會望到外圍風高浪急，港股亦都跌落嚟嘅。如果揸住正股嘅話咧，呢個倉位呢一個風險管理，我覺得成件事就會令到自己舒服好多。而提一提啦，阿里嚟緊都會出業績嘅，11月25號出業績。咁當然我哋成件事25號之前有冇憧憬咧？雙11嘅銷量點樣咧？有話好似都 OK 啊。咁但係我哋就真係睇下25號之前會唔會例如港股個勢啊、外圍個勢啊，種種原因真係跌落嚟嘅，等自己安心啲先。咁至於業績之後點樣，我哋就真係要25號之後再點分曉啦。不過我自己覺得係現在嘅阿里中長線係吸引嘅，睇幾個月。不過短線咧，我唔想乜嘢都冇就咁。你升我咪賺錢咯，跌落嚟我咪捱咯。我覺得成件事 hold 住隻股票睇佢升上嚟咧，有個更好嘅方法嚟到處理。俾2個7出嚟，上個禮拜段片出咗街之後，係中間有機會做到呢件事，而補到潛在可能10蚊嘅一個跌幅。好啦，留意翻啦，都係我哋睇下下個禮拜啱啱先係禮拜二啊，出完業績之後係點樣。咁然之後咧，想同大家講下恒指咧就之前分享過一啲嘅做法啦。咁大方向上好似真係中美有啲嘢傾到啦，公布咗出嚟係震一震之後上嘅。咁但係呢幾日咧就好快跌翻，跌咗幾多咧？同高位比較嘅話咧，跌咗成1000點噶啦。咁點應對咧？特別係可能有好一部分人，佢即使不是揸盈富基金，不是揸恒生指數期貨，佢可能揸住咗一堆藍籌股，想啲股票升上嚟，中間賺錢噶嘛。咁點控制個風險啦？跌落嚟，甚至一個唔該俾自己揸貨嘅價仲低咗，咁咪可能賬面上輸錢咯。咁呢度咧俾大家睇下我自己或者同客戶一啲溝通上嘅應對，其實喺上個禮拜咧都顯示咗好一部分噶啦。咁但係今日咧想深入少少俾大家望。首先就10月底啦，10月31號。咁當其時因為中美元首傾完偈之後，好似就真係循例一啲正面嘅回應之後咧，冇乜後續嘅跟進。咁所以喺10月底10月31號咧，已經同一啲客 WhatsApp 講咗，喂，做定一啲11月啦，27000美或者28000點嘅 short call。咁然之後去到11月4號咧，咁再同一啲客講話，喂，再加一啲嘢。如果喺10月底做咗呢一啲27000美嘅 short call，例如做咗2張啦，大家應該望到個 mouse pointer 呢度，右手邊呢個 WhatsApp 啊，咁如果月底做咗2張27000美嘅 short call 咧，可能喺11月4號再加多2張，都係11月到期嘅27000嘅 short call，整體就可能我哋揸住1張期指啦，跟住上面咧總共就做4張嘅 short call。好啦，呢個係去到11月4號嘅。咁跟住去到尋日咧，見到個市，我又唔會話個市進一步轉差嘅，但係望落都就係咁樣啦。似乎去到11月中咧，我嘅分析就覺得恒指去到今年年底12月咧，
大不了都係27,000幾嘅啫，未必會升穿27,800，甚至完全升唔到。咁啊，都11月中啦，就同一啲客講，不如做到27,800，12月到期嘅 short call 啦。咁而今日咧係叫客再加多一啲嘅 short call。咁前後大家會話，George，你 show 呢堆嘢出嚟，個效果係點樣呢？想俾大家望下就，首先呢度係真係有叫客做啦，亦都有一啲客做咗類似嘅操作啦。當個市由呢個位開始起步，升咗上嚟，上到27,000，跟住又回翻落26,000嘅話，喺過去呢段時間啦，呢半個月左右啦，前後做咗一堆嘅 short call， 11月到期嘅收咗500點左右嘅期權金，12月到期嘅收咗大約300點期權金。而大家望翻我喺最初同客講話做 short call 嗰下咧，係10月31號嘅啫，即係10月底。而當日咧個市，我唔特別抄翻我抌 WhatsApp 嗰陣係10點零鐘朝頭早，我唔特別抄翻當其時係幾多點啦。恒指當日最高最低位就喺呢個區間之內。首先，可能大家 hold 住嘅股票，你想去中間升上嚟，從中獲利嘅呢個心態，個個人都會噶啦。咁但係萬一佢跌翻落嚟嘅，咁點算呢？如果大家持貨成本係呢啲位，佢跌翻落呢啲咁嘅水平，其實打到和啫，吓紙上富貴冇贏錢啫。但係如果我哋透過呢啲動作做咗，會點樣呢？大家望下11月嚟而家，其實就剩翻2個禮拜就結算噶啦。咁我呢度收咗500點期權金翻嚟，即使係大家持貨成本嚟揸咗張期指係26,300點揸張期指，你收500點期權金以結算價計，扣翻嚟淨收翻嚟呢嚿錢，係咪個市要去到25,800點先算？咁而家都仲高過啊，係咪？咁假如大家唔係純粹睇多一個月嘅，諗住 hold 住hold 住一啲好倉到年底，可能你本身揸已經係揸12月嘅期指咁樣先算啦。連埋12月嘅 short call 總共係收咗800點對外。咁即係話，即使大家不是25,900揸嘅期指啦，其實有唔少客係低過呢啲位23,000幾揸上嚟都有。咁但係當係呢個10月31號比較高位揸嘅期指，你扣翻前後11月同12月收翻嚟嘅期權金800點咧，去到12月結算打和點係25,500，個市跌唔到落嚟呢啲位咧，我哋係唔會輸，即係講緊 touch 咗佢跌落嚟。咁但係向上升上嚟就睇下佢升到咩位啦，因為我哋最低個行使價都係講緊喺11月4號做到27,000點嘅 short call。咁所以其實如果11月個市升到27,000點，我哋成套唔見得輸錢㗎，甚至我哋賺到由呢個位升到27,000，中間多幾百甚至接近1000點嘅利潤。而 short call 收翻嚟嘅期權金，可能起碼11月啦，就差不多可以話全部收晒。即係我哋既代到呢度潛在嘅升幅啦，去到27,000，另外亦都可能多幾百點嘅期權金。嗱，呢個係回報啦，即係潛在利潤啦。咁但係我哋而家個市跌落嚟啊嘛，就俾大家望下呢種做法。當我哋10月31號先揸期指，呢個係我哋嘅起步點。而家還原基本步，但係你望翻計收翻嚟嘅期權金咧，以結算價當結算喺呢啲咁嘅水平咧，係不會輸錢嘅，甚至仲有少少嘢袋。咁呢啲咧就係期權嘅一啲應對，我哋唔需要一啲太複雜嘅動作。可能你揸住咗張期指睇一啲情況做 short call 咧，都應對到好一部分。當然你如果靠 short call 嚟到個市跌2,300點、3,400點都要控制到嘅，呢個好難，亦都唔值得用 short call 嚟到做。咁但係如果1,000幾百點嘅波動嘅話咧，係有啲嘢可以應對。但係我想提醒翻大家啦，呢個動作咧對初學者嚟講就純粹有個概念就好啦。因為如果你揸一張嘅期指或者揸1000股嘅股票，你上面做 short call 係做多過一張嘅 call option 或者做多過1000股嘅 short call 嘅話咧，其實件事係危險嘅。
危險在萬一升穿晒你 short call 啲行使價。我俾下啲 WhatsApp 都有講到，就睇翻一啲具體情況啦。超過某啲比例咧係唔值得做嘅。咁同埋個人嘅認知都唔同啦。咁有啲情況就唔應該 short call 嘅張數唔應該多過炒期指或者揸股票嘅股數。咁大致上係咁啦。因為我自己會咁做，有啲客我會建議佢哋咁做，因為起碼佢哋知道，如果真係升上嚟嘅話咧，喺之前你 WhatsApp 嗰度都會講噶。因為例如去到11月4號啦，我哋講緊就算做27,000行使價 short call 咧，嚟當其時恒指嘅水平都有翻一定嘅距離，更加唔好講同27,000尾嗰啲個距離更加大，除非真係一啲好突發嘅嘢，個口裂口升成1000點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其實我哋有足夠嘅空間嚟到調整。不過前提係做呢啲嘢咧，你首先要知道，萬一我做完個 short call 之後，個市呢堆係我哋 short call 嘅行使價，個市突然間急升嘅，升緊上嚟嗰陣要點樣應對？因為 short call 呢啲做法，short call 嘅張數嘅股數係大過自己嘅持股或者揸住嘅期指嘅。咁當你大致上都知道點處理啦，同埋衡量到幾時嚟到開倉係一個靚嘅價錢咧，呢啲就係一啲潛在嘅應對方法。咁啊，你而家望下喺過去呢段時間，雖則然哇，好似升升跌跌、挫上挫落咁樣。咁但係原來我哋揸住期指或者揸住股票，透過呢啲揸住正股、揸住期指再做 short call 嘅動作咧，要有少少技巧嘅。咁但係掌握到呢啲技巧咧，佢回翻1000幾百點，以去到結算價嚟講，我哋成件事未必會輸錢。俾大家有個咁嘅概念先。好啦，當然呢啲就大家要一啲時間嚟到磨同埋掌握個技巧啦。咁恒指其實仲有其他嘅應對嘅喺過去呢2個禮拜。咁但係牛熊跨咧就相對嚟講一個睇淡一個睇好，風險可控啦。呢度我唔詳細講啦。咁最後咧想講多一隻股票美的。美的如果冇記錯嘅話，係之前嗰2個月分別都做咗一啲 short put 80蚊頭嘅，咁兩筆都賺錢。咁而今個月咧就冇特別做啦，因為10月底就中美元首見面啦，跟住就個市嘅走向可以係好微妙嘅。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，美的一定唔係市場最熱門嘅或者即係 first tier 嘅股票啦。咁我覺得個精力就唔需要擺喺美的嗰度。咁但係美的其實喺10月底係出咗份業績，而份業績係靚嘅，大家會望到10月底就開始一路升上嚟。嗱，而家就回翻啲落嚟啦。個人嘅喜好唔同，有啲人就唔想避開一啲市場焦點嘅股票。美的都係做實業啦，係咪？大家美的冷氣實聽過啦，仲有其他白色家電。如果對呢類股票有興趣，咁點樣呢？有好幾種方法嚟到處理嘅。其中一種咧，講下一個叫 Collar 嘅做法係乜嘢咧？美的大家會望到啦，唔計啱啱先上市呢一個佢大致上嘅走勢咧都係向上啦，去到目前為止都係偏向上啦。如果有觀眾覺得美的長線睇好嘅，想揸住隻股票咧，可以考慮下呢種期權嘅組合，買入咗隻正股先，然之後俾你買入價高5蚊做咗 short call，同時俾你買入價低5蚊做咗 long put，即係揀翻呢啲咁嘅行使價。咁例如假設喺80蚊買入隻股票嘅，咪做85蚊行使價嘅 short call 咯。咁跟住下邊就75蚊做翻個 long call。點解咁樣做咧？首先我哋要控制風險先，揸住股票。咁美的其實個波幅一般嚟講又唔係太大啦。我哋最驚突然間唔知點解急跌啫嘛。咁我哋控制嘅風險咪下邊做翻個 long put 咯。但係你買得隻股票，你每一個月做 long put 咧，你俾出嚟嘅保費就好重啦。我哋咪每個月做翻個 short call，攞 short call 收翻嚟嘅期權金冚 long put 個保費咯。咁而成件事咧，因為唔好講美的啦，講任何一隻股票，客觀嚟講，隻股票向上升5蚊同向下跌5蚊嘅概率應該係一樣嘅。咁所以 short call 加 long put 咧，喺呢啲情況收同俾嗰嚿錢應該係一致。
即係你唔需要為咗控制下跌風險 long put 咧，而額外喺自己銀包度拎任何嘅錢出嚟。咁啊，甚至仲有一樣好處，喺近期啊，最主要係因為息口啦。喺過去呢幾年兩三年，呢個係期權定價嘅原因啦。Call option 大家都係個行使價離現價爭5蚊咧，你 short call 收翻嚟嘅錢仲多到 long put 俾出去，即係就算你買完隻股票，隻股票冇升跌都好咧，透過呢個動作約略都有少少期權金袋落袋，但係當然個比例就好細啦嚇。咁但係我哋成件事個好處就係、我買正股80零蚊嘅嘢。我做一個月到期嘅 short call，如果佢真係俾我買入價升5蚊，升穿咗 short call 嘅行使價，美的喎，一貫嘅波幅不是太大，一個月升5蚊賺咗翻嚟嘅，都 OK 啊，係咪？升穿個我哋 short call 嘅行使價咪俾咗隻股票人咯，80零蚊嘅嘢一個月升5蚊，講緊一隻波幅唔高嘅股票咧，我相信對好一部分投資者都 OK 嘅。咁如果佢跌落嚟嘅，咁我哋都確保佢跌多過5蚊，我哋都可以俾買入價低5蚊就走咗隻股票。呢件事係舒服嘅。咁不過可能有觀眾就問：咁點解我唔咁呢個做法贏向上就可能贏5蚊，跌就可能輸5蚊？咁點解我咁煩唔直接買正股咧？或者我成件事贏輸都有限，好似有其他期權嘅做法可以做到喎？因為你咁樣做嘅話咧，記住期權係有期限嘅。你如果係做月底到尾的就冇 weekly option 啦，而家咁例如做11月到期嘅 option 或者12月到期嘅 option，到期之後呢啲期權就完咗噶啦，變廢紙噶啦。假如冇升穿或者跌穿你 short call 同 long put 嘅行使價，咁就到下一個月度，會唔會我哋而家假設啦，做到90蚊行使價嘅 short call，跟住下邊咧就做80蚊行使價嘅 long put，咁啊隻股票假設一路升上嚟，但係又冇咁快嘅，佢又未至於去到11月底即刻升穿90蚊，正股而家85個幾啊嘛，佢升到89個幾，隻股票帳面賺咗錢咯，short call long put 到期完咗啦，咁我哋咪繼續做翻個12月到期，又係高5蚊 short call，低5蚊行使價 long put 咯，有機會隻股票就輾轉升，即係波浪式咁樣升跌嘅話咧，但係大方向係向上嘅。佢突然間真係升穿你嘅 short call，你都係比你買入價或者比上一個月個成本高，比上一個月嘅收市價高5蚊沽咗隻股票啫嘛，可能都係有錢賺嘅。咁而佢咁樣十級而上嘅話，幾個月之後或者真係半年之後個趨勢係咁樣向上升趨勢，升穿個 short call 咧，你賺翻嚟絕對唔止5蚊。咁就係中間升到咁上下，突然間跌翻落嚟咧，你比上個月嗰個價低5蚊做咗 long put 啊嘛，幫你鎖定咗個利潤啊，你唔需要驚隻股票一路升上嚟，升到咁上下急跌落嚟走唔切。而我哋成個動作係不需要喺自己銀包度拎任何錢嚟到做呢個 long put 俾保費，因為 short call 收翻相應嘅期權金翻嚟。咁呢個係對部分觀眾，如果睇好某啲股票啊，即係假設覺得美的係會十級以上嘅一啲潛在做法。咁當然簡單啲，我哋咪就諗做個 short put 咯。咁或者頭先都提過嘅，擺個牛跨個市又可能風高浪急，美的又唔係一啲好受市場矚目嘅股票，萬一有啲乜嘢跌落嚟咧，short put 之後低5蚊行使價做翻 long put，同月份同股數分翻個底，係啦，確保萬一佢跌穿我哋 short put 個位嘅話咧，下邊 long put 確保會跌落嚟嘅，我最差係 long put 嘅行使價可以估值股票可以止蝕，就係咁樣。咁而呢一個咧，其實都唔差嘅。如果以今日嚟到講嘅話，我哋做一個稍微貼價少少嘅行使價 short put 啦，低5蚊做翻個 long put 啦，都有個半對外嘅期權金收翻嚟。咁啊，我哋講緊12月到期啦。咁成件事，我覺得隻股票本身波幅低，咁我哋都控制咗 touch wood 急跌落嚟嘅風險咧，其實都可以諗嘅。但係當然啦，所有嘢都係取決於咁咩價先。喂 George，咁我係咪而家85個幾做咧？
嗱，我自己咧保持翻之前嘅睇法嘅，80蚊頭嘅美的咧成件事就我自己覺得80蚊頭嘅美的就真係唔算貴。成件事會幾吸引嘅，不論係做呢個 short put 啦，或者 put option 嘅牛跨。咁當然會唔會真係回到一啲位係一件事啦。但係如果去到80蚊頭啊、82啊，甚至80至82啊，咁呢件事我都係幾吸引。咁至於會唔會係，不如我用另一個方法咧 collar 啦，買正股，跟住自己唔使喺銀包拎任何錢出嚟買保險，升上嚟嘅一個月升5蚊就走咗隻股票咯。咁如果升唔到5蚊嘅，咁啊十級而上好似都唔錯喎，擺幾個月。咁嘅話咧，嗱呢啲就中性啦，各人嘅睇法唔同，咁都可能有少少期權金收嘅，但係收翻嚟嘅錢咧，就應該冇單純 short put 或者呢個牛跨收得咁多。咁所以如果我自己咧，就會比較傾向佢真係去到80蚊頭就考慮下邊呢兩個動作。咁但係各個人睇法唔同嘅。係啦，咁始終美的不是市場焦點股票啦。咁如果真係涉足呢隻股票，仲要係透過 collar 嘅動作，係揸住正股睇佢長線會唔會升嘅話咧，咁大家真係要 keep 住望佢嘅一啲新聞啦。好，今日講得比較長少少啊。除咗分析翻一啲個股嘅走勢，亦都想俾大家望到期權嘅一啲效果。例如係咩咧？例如恒指啦，俾大家望。我哋揸住隻股票或者揸住個期指，就咁透過 short call 咧，可能個市跌落嚟都唔使輸，甚至有機會會賺一啲錢。咁另外就阿里啦，阿里俾大家望下，我都係覺得隻股票可能中長線會升嘅啦，但係點樣控制中間嘅一啲短線跌幅咧？咁頭先亦都俾大家望咗下。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嘅內容有幫助嘅，資訊性夠，亦都對你哋不論係個股嘅方向啊，或者點樣優化自己嘅風險回報係有用嘅話咧，請幫個忙。YouTube 3連擊俾翻個 like 呢段影片啦，將段影片分享俾你哋嘅朋友，留言講翻去支持或者嚟緊想聽啲乜嘢，未訂閱亦都請大家訂閱翻輝立證券。跟住今日只係一啲一般簡嘅嗌啫，並非任何買賣邀請或者投資建議，資產價格可升可跌，投資可賺可蝕，期權期貨有眾多效應可以放大潛在贏輸，任何情況都必須滿足按金要求，滿足唔到有機會俾人強制平倉，部分策略最大潛在損失有機會係無限嘅。真金白銀買賣，請大家務必問翻自己嘅經紀或者獨立專業人士嘅意見。今日分享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